樂樂詩詩1分鐘。中文寫作文體系列，記敘6要素。詩詩，點解你垂頭喪氣啊？我有份功課唔識做。我原來係要作一篇記敘文，記一次深刻的經歷。等我教你啦。記敘文就係將一件事件由起因、經過、結果清清楚楚寫出嚟。一定要記得記敘6要素，包括時、地、人、起因、經過、結果。如果可以加埋學到嘅道理就更好。你可以試下用平時感到深刻嘅事嚟寫，就好簡單。咁記敘文一開始我哋講時間、地點先。例如上星期5，小息鐘響起，同學都衝出課室，走廊人頭湧湧。突然小明跌倒，眼淚直流。呢度就講咗人物同事件嘅起因。咁我即刻扶佢起身，幫佢貼膠布。呢度就係事件嘅經過。最後小明笑住多謝我都好開心可以幫到同學。呢次小息我學識咗幫人原來咁開心。咁喺文章最後就講返事件嘅結果，感受同學到嘅道理，咁就已經係一篇完整嘅記敘文啦。我明啊，樂樂，多謝你啊。下次有唔識都可以問我。